年齡焦慮吧？年齡嘅焦慮就冇嘅，但係有好大嘅感觸。咁其實人係必須要經過呢一個階段。齊齊來一片，無時無刻都記住，掌聲響遍天，來唱情歌又從頭。我覺得而家大灣區對於我嚟講，真係有好大嘅無限嘅可能性。我自己睇返咧，我爸爸嗰個年代，我爸爸要喺內地做生意，可能係1個月先返嚟一次，因為好遠。咁但係而家講緊，我哋係去任何嘅城市或者大灣區嘅城市，講緊係搭高鐵嘅話，係1個鐘頭，有時都唔使，甚至乎就算偏遠啲嘅地方，可能個零個鐘頭已經到。睇演唱會又係好方便，我去內地睇我啲內地歌手朋友嘅演唱會又好方便，我嘅內地嘅歌迷嚟香港或者嚟廣東省睇演唱會又係非常之方便，好方便令到大家都有好大嘅文化可以交流到。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中意音樂嘅，我媽咪有彈吉他啦，我爹哋就玩以前叫做 Hi-Fi， 有咁大隻嘅所謂叫 LD 碟。如果真係要我揀一首最有代表性喺我心目中啊嚇，我細個聽嘅可能係張學友哥哥嘅《每天愛你多一些》。我正係喺呢個年代成長嘅，我係睇住哇嗰個好輝煌嘅年代，全部都係巨星。而家都好多嘅音樂嘅綜藝節目都會唱翻嗰個年代嘅歌，證明嗰個年代係有一定嘅認受性啦，同埋非常之成功啦。不過而家個經營嘅模式唔同咗，而家有好多所謂叫做唔同嘅平台，有好多自媒體，大家都可以用自己嘅方法，唔一定要經過傳統嘅唱片公司去令到自己嘅作品能夠推出。我諗每個歌手嘅自己嘅社交平台係自己最好嘅宣傳方法。好多人講40歲係人生嘅一半，年齡嘅焦慮就冇嘅，但係有好大嘅感觸，亦都有好大嘅盼望。咁而正呢一個由3變4嘅時候係一個好大嘅感覺。40歲開始就會計劃一啲從來冇計劃嘅嘢，自己嘅事業啦，幾時會計劃退休啦，呢一個年紀就會開始要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啊，甚至乎會有啲人會逐漸去離開。咁其實人係必須要經過呢一個階段，但係好有盼望就係我見到我嘅小朋友將來係會成為10幾20歲拎住籃球喺籃球場上面奔跑嘅一啲少年，我自己就會感覺到好有希望。咁我亦都好慶幸能夠走到而家個階段，我係好開心好快樂，至少我個內心係非常之健康去面對每一日我嘅工作，我嘅挑戰，我好有信心去做緊我而家做嘅嘢。